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福喜来也》，我是吴启勇。嗰度萝卜噶唔係往黑路去拆黑的吼，假使頭擺有提拔下來，更加路變啦非常珍貴嘅文化資產哦。有一啲畫家啦，伊啊2、30年來，不是呢路蠻耐去會同蘿蔔吼提拔下來，啊同時呢還會有朋友去魯陽講畫圖。歡迎今日嘅來賓係畫家江富瓊先生，歡迎。主持人好，我係江富瓊。大家觀眾好，多謝江先生來到我哋嘅節目。我哋江先生啊，其實係畫家以前，本單係國小先生，係咪？係。本單係國小先生，平常時呢上班教學生嘅，我差唔多6點人都去學校，7點一定要到學校。我看路隊啦，學生嘅安全。上課以後一定到下晝4點半、5點要轉去。本單喺哪教書啊？我頭擺畢業嘅時間吼，就去到派到恆春。係哦。恆春嗰度，你河山場上去嗰度大光啊。海光國小。咁唔係睇哪睇嘅？我在苗栗出世，7歲都下來種田。7歲都下來種田咧。嗰時候其實算睇種田睇嘅。吐出入嚟睇去恆春教書。咁教書嘅時節都有睇畫圖嘅嚇。我有假日哈，放假啦、禮拜啦、拜六咁樣有時間去畫圖。咁唔能會畫圖嘅喏，係去拜師學下很輕用咧。特別哈，師範學校就個先生佢熱心，佢去上馬教一個山東嘅人想拍嘅，給我印象很好。佢一去上馬教書，他第一道就是教我們一天要素描，畫素描，素描要畫好，樣可以。個先生都係教畫圖嘅嚇。教畫圖冇錯。嗰時候你讀師範咩時節，都愛學畫圖啊？不單是畫圖，音樂嘛愛學噶。乜嘅都愛學。我唱歌呀，我本來特別唔愛唱歌，就該學過唱歌。因為國小先生乜嘅都愛教。嗰時候馬雞路愛會，咁後生家下有睇畫圖下，還係都師範未能開始學。特別初中唔係國中，初中嘅時間，有一個廣東嘅先生，佢畫到幾好，我去看佢嘅圖畫，才開始我就自己嚟學畫咁樣。你喺初中嘅時間開始發現自己學畫圖。有個興趣。有興趣去畫圖。家下按細嘅時間睇畫乜嘅？對班攞朋友呵，朋友去外個塘下呵，要釣個種啊，到邊啊呵，都釣個邊啊嚟畫。邊啊係乜嘅？邊啊都那個人家外銷圖呵，咁你看做很多衣服呵，你會親戚朋友會送嚟掛上來同祝福。祝賀啦，都照個那苗，啦，以後初中嘅時間有樹啊，我照樹去畫你係幾種會畫課本嘅人冇？會啊，家下用嚟畫噶，嗰種一下4年嚟吼，係畫到像漫畫咁樣，譬如草畫有冇？唔家下用嚟畫。我嗰時就照個吼，照個隻圖畫。風景就風景，人就人，我唔會去。我那個時候傻傻的，也不會去變化，就給人畫。就提畫個獎啊，係咪？就咁樣。咁到師範學嘅，都技術都係個難嘅樣嗬。你講嘅想拍嘅先生，嗰個教。佢嗬，山東人佢淡水佢粗獷啦，咁教人咁樣教，要教。你喺
素描一定要画好，然后你就画水彩，水彩佢講該時節的欣賞，觀念一定要在2個小時之內畫好。你講素描並水彩，唔係光是畫水彩，素描你以後畫好了以後，你就畫水彩嘛。你的水彩一張水彩就是2個小時以內畫好。他的想法就是這樣。但是以後的那個做法又不一樣了。以後那個因為世界潮流不一樣，有人畫了3個小時，不過畫一天。畫1個月都有一張畫。我家下嘅先生要求速度一夾。速度一夾。嗰個家下都有好多安尼。家同時放家下都韓國喜歡畫嘅，後來教書無限啊。家唔會拜6禮拜，哪有時間好畫係咪？嗰時間我都講，我經常冇禮拜一的。係哦。沒有假日。啷安尼？做船頭。我上下要去田上看啊，看田啊，看水啊，看田啊，看你看啊，下班轉來又去看有水冇安尼。禮拜一、禮拜六又去掃草啊，上去掃草呢。綠卡還有睇種田。我會種田啊。曬有個冇愛曬呢。還要施肥呢。唔係做先生都好嘅還會種田哦。唔係我屋企傳統就是農家。我爸我妹專門在條拜十三當做農。你位後來看到按多田地基都上來，就一天很勤勞的在種田做山忙啊。嗰種下班行可以順田水啊，可以撈啊，乜嘅嘢，無限加農業時間好白圖咯。冇時上海嘅總體嘅生意要嚟了，我都布廣告啊，布到冇到9點，以後幾點轉去，我樣有時間畫圖啊。9點能畫到11、2點啊你。係哦。係啊。哇！按好畫圖，唔好吹下，按壓嘅呢。嗰時嘅後生人體力夠好啊，冇問題啦。咁唔加下請好畫乜嘅？嗰時冇同我都畫，大部分畫水墨畫。水墨畫。水墨畫3歲嗰度，先生頭髮要搞一點，有搞過啦，但是沒有很深入的去教啦。要自家去研究啊，自家研究啊，自家天天去學習嘅個皴法啦，書嘅畫法嗰度全部要自家學啊。嗰時你哪有時間去拜師呢？冇啦，冇時間拜師。完全靠自家自家想辦法去研究。咁嗰種唔係到退休嘅，能專門睇畫圖係咪？退休好難講呢。我嗰時有一個人的幻想、夢想，可以有很多時間畫畫。但是嗰時我唔知講我細妹啲細妹佢是學音樂嘅，佢講我去美國啦，要去美國修碩士、博士啊啲啦，快啲，我一個人咧個薪水用啊。所以我退休以後，我嗰時冇工作，我去潛青島工作嚟做，潛唔到某個工作啦。本來潛學校嘅高中嘅學校嘅種美術老先生啦，也冇也潛唔到啦。潛唔到。以後將潛到一個那麼個人力中介。我咪去做人力中介呢。係哦。都日下應該退休嘅啦，嗬。你下都有時間啊，但你一退休嘅，真正退休嘅時，年紀過大啊，冇愛人體力咧啊。會感覺啊。當然啦。因為唔畫圖，如係許多現場畫，因為人係許多嘅翕相，翕下來，人去畫，唔係唔都係許多現場。我大部分才該畫。因為唔嘅素材唔在當場畫嘅時間我會有很大的感受。因為他的
假如画农家的话，他的建筑是怎么样？你要了解他农家的生活的古朴，农家人的生活的那种很温馨的感觉啦。我去感受。那种感觉画起来，因为你画图出迄感情啊。你这样一张图画里边没感情、没文化哈，你这样光是把它画得很美也不对啊。你感性要出来。没有感性的话，就是只有碎碎的年啦。对啦。像前一阵的先前，都喺工程上面有盼伊的发展，看到南台湾，人哋也看到都係南台灣的建設。我大部分在南台灣。嗰時路話南台灣。因為南台灣那個陽光比較充足。南台灣的人更熱情。好許多安尼嘅所在。咁同人哋講一下，一部喺田內啊。你都加凍嘅小家鼓錯嘅條前嘅條風嘅入來。你要標準的客家建築。佢要門簾啊。門簾。好容易冇安尼東西。就安尼。你會看到有中醫都停下來。你個當場佢哋用嗰種嘅建材當場取材的啦。這個地方有什麼就取材。條派塞條嗰度，用塞條結合啦。安尼嘅圖畫，安尼嘅情形，更加引來印象看到嘅，會的越來越少。係啊，嗰道路係拆下的，彎下的。現在出去畫有一點失落感。真嘅引來印象嘅，唔點樣幫忙嘅嘢哦。工程上呢，而畫嗰度人哋一下看起來，其實係個重要嘅路喎。人哋了一下聽個技術，請問一個工程上，而做乜按好畫一條路喎？非常多進來福喜來嘅現場，我哋今日嘅來賓係畫家龔富瓊先生。想要請問龔先生，能唔會按好畫、按上嘅畫蘿蔔啊？也都係嗬，特別係同一個內部國中嘅先生，鐘老師啊，你兩啥親共下畫圖研究嘅時間，佢一專門畫啲條白蘿蔔。畫得叫我哋蘿蔔真強啊，它很有文化被氣息啊。你可以發現你的好多人的建築，漢人的建築冇乜嘅共用，雖然講用個瓦啦，用磚嚟去做，但是不見得全部用個啦，有錢人一樣要安尼做啦嗬。冇錢人佢用做個呀。用咩呢啊？用土埆厝啊去做的啊，安尼，嗰是特別農界嗰種嘅文化。主要是呢種東西代表一個台灣南部嘅文化，看久嘅會感覺，有美感，它很有人情味。它做這個感性會感通人。我印象會去畫嘅。像我哋一下看到嘅，係咪一幅啊？算係先生，算係滿意嘅作品啊？呢幅圖畫就在內門，我去台南嘅所在有一個山梁，山梁嗰個308高地。看呢位有安尼建呢種無共用嘅建築。最初我哋三四人啊，共下去畫嘅時節看來看去，就像冇乜嘅東西好發用。但是以後又唔敢願意去看了2、3擺，
印款印有东西好发。哦，我都你那种感情出来了，美感出来了。哦，哎呀，虽然讲佢嗰度东西佢减弱，但是佢伊嘅感情出来，我哋就开始发。开始发一礼拜我会去2摆。哦，一礼拜去2摆，我7点我就出发。哦，佢一种安尼我哋一种出1早晨发好。哦，係啊。发1早晨，當初就吃饱飯，冇馬休息啦。又接連要發天一種。哦，係哦。又安太種嘅天一種，到4點啦。哦。先結束。哦。到我安尼轉到卡到咩？不下晝就7點啦。安尼。哦，係啊，你安尼12點鐘，發2種圖。2種圖。安太種呢？安尼其實安尼3點鐘入發嘅，發係咧。差唔多安尼。安價個。咁講起會幾多擺啊？哦，起個差唔多1元9哦。有個我哋起發圖，逐禮拜起發1元9安尼。係哦。1元9，就因為它有很大的吸引力啊。對啊，你吃也會發。對啊，你這個表現完全是農村的東西。頭殼厝都頭殼厝。個柴堆好像亂七八糟。但是那是他的文化。他的生活就是這樣啊。最初我哋發嗰條錄音架印懷疑啊。得不速之客啊！我哋做乜嘅啊？嗰時有人見天仙啊！哦，係啊！見天仙伊嘛，伊咧講，你得係我幫佢見天仙。係啊。但是經過一段時間，一看，唔係啊，你都唔係發現你好人呢。我每禮拜有看到，係咪？每禮拜有來2擺哦。因為你好人呢，唔怕呢，大家都有交談啊。交談可以都大家互相有信任啊。所以佢啲都應該佢神奇哦。我哋會帶片東西吃飯啊。亦都我吃飯的時候，佢炒菜，佢炒菜不讓人食啦。哦，係對你夾菜。夾菜啦。搭擺起佢都會炒菜。嗰種人都同一百玫瑰熟嘅哦。佢熟啊。你安尼擺嚟。我包肉粽下，我好啦，來食你的肉粽，我那好啦。伊講我包的是迄個韓雞粽下。哇，嗰種你係希望圖安尼喜歡多變啊好朋友樣嘅。變咗好朋友，佢講唔等於我做安尼唔好人我了又見那房間好大啊，又大了都好呀。係哦，哇，都幾年前啊你吼。幾神奇啊。咁係100年前的事情啊，要種花。有20年了。哦，有20年咧。我講18年。哇，係哦。我喺嗰後還有去亞洲蔬菜嗎？有，我會去。我前日到錄音架。講話大嘴鼓啊！真係變朋友呢嗬！有擺那爸爸水災啊！爸爸水災過後，我冇隨時去啦。今年過2年過年過節我要去，好啲就屋都冇去咧。係啊！嗰條太水大睇咧。哇！結果安尼嘅景象也看唔到誒。冇咧，你去到。完全改觀了，所以就是有失落感啦，那種感情沒有了，老人家都不見了，係啊，哇，安尼都變那講，安尼發展經過真貴呢，嗬，會同佢時空留下來，嗰種人搶起啊，就說參觀起人就多，你早晨可以挖一種，下晝頭要挖一種，安尼挖幾多種呢？搶下就蔬菜啊？啲喺蔬菜係花一貼啊！哦，係嗬！一禮拜去2擺啊！係啊！我覺得佢神忙咧嗬！嗰時較囂張，不過嗰時間係發啲喺時間係有之前我生一場大病。哦，係哦！醫生講，即係嗱3個月啦，安尼啦。醫生我講，
那你都无办法，我就回来，哎，什么叫个小不黑，什么节铁，然后是个弄个五行蔬菜汤啊。伊讲本单枪存到3张耶。系啊。系哦。来出全部是五行蔬菜汤添。哦。啊，个开始有法轮功嗰个，我去练法轮功，去练2方。哦。嗯。哦。开始我有体力吼，早几点来画图，早几点做呢。哦。嗯。好，愈系愈画愈系啦。哈，咁亚种咯，亚种喺田内。南种啊。哦。南种都太南部、西南部上去。上去我上个是山洞，你去不个山洞都跟很多象山呐。狮头山对面那个象山。最高个山都象山。哦，一只个孙呢家乡。我家乡。我头摆都在象山个蛋糕啊。哦。个下来爱几点半点钟叫。啊，你摆下摆你都个抬一个电梯啊。用尽快速的个方式发出来。我没有去添加第二笔那些东西。哦，都是家人发出来。哦，刚刚画土青葱丝嘛，给啊。就是第一个，你构图一定要弄好。哦。还有当时给很多给景色，它的色彩，哦，你地方的色彩一定要表现出来。你不要说我这个地方是台湾，我就画美国的色彩，不休想啊。哦。不一样，不是。你一定要把你的当地文化、当地的色彩画出来，才是你的写生。所以你得好上个几位因学美国的画法，但是画出来没台湾的东西啊。哦。那感情没有办法表现了。哦，嗰种你系个要求讲，我画嘅，我如去写生诶，嗰种我如系会画出，一个时空台湾嘅用诶。对，一定要把那个地方的特色表现出来。这样才是对了，不要跟着他们，外国的画法，我画这个地方，画出来就像外国的东西，这样就不对了。如我嘛答对啦，吼，如去画台湾，嗰种也会去参考嗰度，国外画家嘅图哈。国外画家我哋也会看啦，他们有他的特色啦，他们的功力在哪里？我都去了解。都去了解吼。咁有乜嘅各中意嘅國外嘅畫家哈？有一段時間，我會看很多美國的衛斯。他是懷鄉畫家。他的東西不是說很大面積的東西，他是好像很小的那些事物，他就能夠表現出那個東西來。但是那個東西的珍貴在哪裡？就是佢的感情。他把那个东西画出来，让我们去想到，哎呦，这个我以前是常常用这个东西的，用了就是有感情啊，有感觉。假如说和你没有什么那个连接的话，你就不会感受到它的美感在哪里。他说他的画很写实，但是他的心里是很抽象。他是这样，他要表现的东西，你要了解他的感情在哪里。唐艺了，佢有红文呢，哈。那些有时候听起来很好玩啊。好，我哋了一下听过继续参考龚先生有关一个图法。歡迎到進嚟福喜來嘅現場，今日我哋嘅來賓係畫家龔富強先生，
头拄讲先生有讲到吼，你要去看国外啊，个厉害，唔过中医嘅画家吼，每位受到因人嘅影响，对你影响清太嘅有哪些画家？我只有吸收它的特色哈，我喜欢的东西而已。我冇完全照佢安尼做。尤其个美国的画家都卫视哈，我会亲自去看佢嘅图画。佢最重要是佢改造色彩嘅色彩，季节，佢会发出来。我用感受到改造色彩美感存在啊，这就表示说，它就是画美国的东西，所以我学习到佢嘅画图嘅更多精神想法啊。所以我找了下身，我一定找个色彩嘅特色色彩，发出来。我唔会变真大变，我你色彩我画美国的东西唔会，我画我自己的东西。老师如果看到你唔系学伊嘅技术，吼，系看到伊嘅精神，你感觉讲，一个精神也可以学习，也都爱拿来效法。吼，你像唔讲唔把个一道素菜，台湾的素菜，你爱唱台湾的素菜，台湾的精神安尼。啊，像你啊两幅画啊，更加咪拍看唔到嘅吼，安尼嘅素菜啊，像一幅。这种看唔到咧。嘿，这种的结构吼，看起来挺复杂，但是有的素菜就简化落去，佢前后还会构图弄用总好的时间，伊都有个壮观的感觉。虽然讲台湾个小啊，但是我可以把这个东西画得很壮观啊，但是又有让人家很有回忆的地方。开始也报了一点奖的素材出列位，宝来温泉山庄啊。佢说也去拜拜太岁过后没冇诶。有人都说人家太岁过后了看不到了，要看就是在我家看才可以看到。那个也幅睇潮族，潮族三山国王庙。头摆潮族的最早的嗰种的庙是三山国王庙。嗰时因为潮族迄广东人吼，广东潮族的人，过来了移民过来的，所以潮族人真多嘅广东的，会讲客话，但是佢唔会讲嘅。但是开始几年过来就会建筑一个庙，保护他们啦，移民保护他们这样子。虽然讲要改造起的庙，但是那个时候看起来非常壮观，非常强啦。有咩改造起发嘅呢？1979年呢？68年。42年前嗰时也下建设，听说也冇供用嘅。有18冇供用，18冇供用。我哋二当国嘅冇去改观啦，就喊你照原样啦。但是这边和那边都是建的楼房了。嗰时唔对亚嘅时期，老土路过夹嘅。你看，我冇乜个拖拉拉一笔啊，一笔还是一笔安尼。所以讲。潮族的叫做庄世和老师因过身呢，伊都个村长来图画都讲，伊的图画除非没有拖泥带水，干脆，很干脆，豪爽安尼的，我自己褒奖的。嗰时今日阿难得的机会，俺来爱请先生现场来示范一下，因为老师有讲嘛，素描头摆先生如讲过重要，还讲呢属土一夹，嗰时先生如。画图的属图蛮个夹好，故说今日呢有带一个唔嘅图画纸，还个笔，俺哋作风呢有一只另外同一只托马豆，老师也还要同俺哋示范，咁请开始，唔边帮俺同打做一句话呢。先讲构图啦好，我本来告诉哪一只？
一些苹果，这样也可以啊。但是它很单调啊。它虽然假如说我把它放在三角形的中间，它是好像一个大武山很壮观的样子，但是它太稳定了，没有动感。我都要改一改，远远的加一个这个小的东西，打破它太过稳定，把它有一个稍微一个动感。对了。古说我先测量的吼，唔免单枪帮一地安尼。好，甲老师都做得开始。我想起来，我国中的时间要会素描。甲他都讲过，哎呦，按简单的东西，我把都过长过难的。唔错。越简单越难发了。对啦。但是很枯燥无味。圆球体，我们看它是一个圆球体。但是光线光线我们要抓住一方面来的光线。我现在光线是要抓从这边来的光线。这边我就比较暗了，尤其是这边比较暗，因为阳的黑鸦片。最亮，哇，第一摆按群宽发噶把素描。约略画一下它的那个方法就对了，那知道方法就可以了。老师会画好诶，系咪？会画好了，差不多会完成。其实能画6分钟诶，差不多6分钟诶呢。安尼好。系啊。我继续还可以继续画可能停下来的啦，我可能已经差不多画起来。我感觉我够用。我让观众看一下好唔好？可能佢夹个画5-6分钟，你按你的长度，我让你看一下。快些啦。都係要处理都係供氧的變化。老師可以先合起來。故說素描真難的，像我也做唔會畫圖的啊。如果講看無嘛出嘅供氧變化點來？擺時個畫一下，畫2-3擺就啲嘅。唔過出面脣好兩節課可能都差唔多會有一啲概念嘅，係咪？故說老師咩有教哈？有咩有睇教？有啊，我哋都有記者嘅嗰錄影家嘅教錄影家畫圖啊。我同佢哋講，畫圖就是基礎就是素描。素描一定要畫好，唔樣可以出嚟寫成。欣賞冇採用嘅順頭，你也可以通力畫圖你可以自立自強。不要都是依賴老師。所以有的人師生展站出來全部欣賞的東西，他就沒有意思了。你一展出來，張三就是張三，李四就是李四。跟處罰，你一看就知道誰的東西。安尼就有意思啦。係啊，咁按叫講睇教老人家喺第一擺哈。係啊。頭擺喺教後生嘅。係。咁教老人家感覺係用咩？老人家也有一個神奇的。他們也很有自我，他們有他們的習性啊。還有表現他的個性啊。你個性怎麼樣，你的素描會表現出來，你線條會怎麼樣子。嗰幾百年，畫起來都嗰幾。嗰幾百幾線條亂七八糟嘅。嗰種人嘅心都會表現喺啲。係啦。但是我哋推教時，我會推功力啦，會推功力啦。你東西一樣錯，唔係講唔一樣翻啦。你講畫圖可以修身養性哦。係啦，真係係。咁老師按你畫嘅按多年啦，你還有想去做乜嘅唔前做嘅嗎？目前冇想要做乜嘅東西啦，就是有時間就畫畫嚟嘅啦。係啊，冇想過會變態到畫圖一件事情。唔會變態啦，變態都冇意思呢。我哋成日都沒有重心啦，畫圖冇去畫好像很有失落感。沒有生活的重心。就是好像你也不是說想要去變成世界的名家，也不一定啊。反正我就是畫畫就很高興，那是一種很高興的
我认为快乐的事情。认为现在画画就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发挥聚会学生哈，他搞真欢喜。欢喜哈。啦。又没有比赛嘛，给让到欢喜就好。没有心理的压力。啊。你就是这样，也不要跟人家比。你画画的时候，当然可以互相交流，但是你也可以去看人家的图画。他的图画虽然不是很成熟，但是它有它的特色的地方。我为什么我好像哪一个地方不好呢？也可以向他学习那一点。互相学习。咁希望老师都係健健康康，繼續畫下去。好，今日非常感謝龔先生來到我哋嘅節目，分享嘅故事，多謝。多謝哈，謝謝所有嘅觀眾朋友你哋身體健康事業發達，謝謝。好，多謝龔先生。謝謝。鄉親朋友，第一下聽，個繼續聽龔先生好好運動。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，有請大家去到我哋嘅面書粉絲專頁面站，韓國聽嘢 YouTube 頻道，隨時發落福喜來嘅消息。